Dịch tê sa lô ni ca 56至17到第7家，思想愛喜樂嘅心，過了本愛禱告。但係呢，當人啲世間你喺度按多問題，咪個小理，咪個煩惱。但係聖經交代一家思想愛開心愛喜樂，喜樂就係一家極甜嘅，唔係本啲所有世間你哋控制一家嘅開心無限，唔係一家能夠極甜愛鹹，一家嘅心中你開心，過了愛本禱告，過了佢接喺一天sau呢家58愛感恩一切。一切嘅問題，一切嚟到自己嘅生活中，自己嘅感恩，因為家都係耶穌基督合意，意思係講咩？自己有問題要痛苦，自己嘅罪冇真係嘅念嘅犯嘅講痛苦，我冇變到唔好，好人嘅感恩對於上帝，使你開心快樂，加上帝禱告，自己得到好嘅恩典，因為你開心快樂都係自己極甜嘅嘛。所有一切嚟控制自己嘅心，冇得到呢一個開心快樂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